为着要抢救高雄的观光，市长韩国瑜亲身出马，伫个面册开直播，话价大促销。伫个山顶看直播的人数大约是3、4千人，这甲过去随随便便就上万人，甚至超过10万人比起来，即卖人是加真少。也毋过目前全国各地观光拢真齐，嘛只会当卖偌济算偌济咯。 还有家政冈山之眼，然后天宫廊道的门票，只要订房就送你门票，9900块套房，一个晚上3600元，还送3600块钱的餐券抵用费。 搁买一间大房就送餐饮费用，高雄市长韩国瑜化身做直播拍卖主，也搁真熟练练。给市长一个面子，市长一个面子。好，市长都开口了。韩国瑜亲自带头祭出优惠，想要靠着市长为地图抢救饭店，价卖大美论，好看详细。 直播观看人次对开始到结束，拢只有3000多人。咱甲时间优惠到1点半前，2018年底拄选到高雄市长，直播观看数冲破10万人，即马只剩1/30。 市长的直播永远都只有路平灯亮水沟通，而没有新的政见，也没有新的政策。难怪市长的直播从这个选前的时候，随便一次都上看10万人次以上的观看，到现在竟然只有非常少数的3、4千人。自从2020总统选战结束了后，韩国瑜献光度大大减少，但是听到主持人妙莎的话声无停，捧场的粉丝也是袂少。毕竟观光市场价卖会当有更较侪人来高雄佚佗，加油一个就算一个。